这批位于永康永大路二段的主办市地中卫区内，其中占地4.7公顷，目前已经规划200公尺标准竞速溜冰场，预计3月25动土。对此，幕后这个争取早从多年议员杨忠成相当欣慰，欢喜甲市民分享这项好消息。大湾国小的溜冰场算简易的啦，哈，最简单的一个溜冰场。咱若是边要比赛的时阵，就拢爱异地，就赶紧去标准的溜冰场，安尼去提早去几啊天来受训，熟悉场地啦，今仔咱有一座标准的溜冰场，咱的选手就毋免遮尔辛苦，会当伫咱家己就近的场地来安尼训练来使用。因为伊标准的做起来，伊是做叠形的啦，这座标准的溜冰场会当互咱永康地区有这样济的学校，拢会当来使用到。根据了解，当初有这个需求，就是因为永康对台湾国小开始一直拢是国内栽培溜冰选手的摇篮。其中杨和珍伫106年世界大学运动会当中摕下5面金牌以后，这个替母校争取，希望改善现有的训练环境，除了避免选手受伤，也当推广溜冰成为全民运动。现在终于有了这个基地，连带嘛，互永康周边的学校拢同时受惠，满心期待工程会当顺利动工。今日新闻，军事何乔邦采访报道。